起聲，相信最令人印象深刻一定係呢首歌。I remember you， 迷戀的心未減退，我願一生記取，從沒再想睡。1995年出道嘅樂隊 SEN， 憑住專輯《I Remember You》一出道咧，即刻獲得關注。生力軍嘅組合金獎得主係 SEN SEN。前年咧，我就同導演 Harry 飛到馬來西亞嘅吉隆坡，揾到90年代當紅樂隊 SEN 嘅主音和和興，訪問佢自 SEN 解散之後嘅心路歷程，點樣戰勝抑鬱症同埋移居大馬嘅生活。你而家嚟到馬來西亞，會唔會有人仲記得你以前係歌手？我唔好介意你記得同埋唔記得，我就係想我生活好開心嘅。自己過去有一個咁樣嘅身份，一個咁樣嘅 history 係開心。SEN 咧先後出過4張嘅唱片，不過樂隊咧就喺出道5年之後解散，成員各散東西，亦都有各自嘅發展。相隔25年，今年8月佢哋將會重聚，舉行 SEN 成團以嚟第一個嘅演唱會。阿紅成日都提住我哋嘅 SEN 冇解散過，只不過係放低咗，暫時休息下，大家各自行各自。因為其實你話做夾 band 一個樂隊又好，一隊 group 都好，係一個精神。因為好多嘢好快就眨眼過咗，甚至你嘅生活有啲朋友過咗身走咗。遺憾都有嘅就係、即係未試過有一次係我哋自己搞一場 show 咁。今集星洲撈米，我哋會講呢班熱血 band 佬相隔25年再重聚嘅故事。再為你昨天又嚟吧。做1、2、3就指嗰個成員出嚟。哇，好啦。 3、2、1，邊個變化最大？點解啊？咩變化？你應該咁樣啊！你問邊個最靚仔啊？變得最靚仔。唔好啊，自己講就得啦。佢咧就叫做阿森，喺 SEN 咧係一個鼓手，但係而家咧主要做咗吉他手，仲係音樂監製。近年咧就同樂隊 DJ 咧一同製作好多首唔同嘅金曲。邊個最中意講當年啊？嚇我咩？阿興哥啊，興哥啊，我咩？係咩？而主音和興咧移居咗馬來西亞之後，同太太開咗搞 event 嘅公司，經常周圍去唔同嘅國家搞活動同埋搞演唱會。邊個最唔守紀律啊？你唔好鬧我啊！知邊個？通常都係遲1個鐘到啦，我哋通常入去。係啊，真係黐線！用以前夾，我講我自己。阿紅咧就喺 SEN 解散之後咧冇再做低音吉他手，而家咧就喺華納唱片擔任高層，負責宣傳嘅工作。咁邊個性格變化最大啊？覺得應該冇乜變，差唔多嘅真係。性格好難變嘅。至於吉他手阿輝咧，之後就做過配音公司，疫情前咧就同 Beyond 成員世榮咧巡迴做 show， 而家咧主要做錄音室嘅工作。邊個會喺演唱會就喊啊？唔係㗎，我後尾諗下，我都有機會喊。我應該會有機會喊。有啲歌有啲位去到去到呢個年歲係唔知點解會好 touch。咁你覺得如果要你揀一個形容詞形容你呢30年，你會用咩形容詞啊？幸運啦，因為我就係由細個嗰陣時16、17歲啦，發覺自己真係好中意做音樂，好中意玩音樂。咁跟住呢30年裏邊咧，都一直可以做到音樂，成為職業。比較平凡中又有啲特別咯，我覺得出到唱片其實都係一個機會咯，唔係個個都得到咯。即係你問翻我唔覺得話好遺憾，不過即係始終你嗰段日子係真係開心過咯。冇乜點白過嘅，不過亦都有浪費嘅時間。咁即係我哋4個個 bonding 都幾溝得幾緊，一個幾得意嘅一個 bonding 嚟嘅，即係4條麻甩佬好中意音樂咁樣咯。
所以去到 so far 去到今時今日都係做緊同音樂有關嘅嘢，呢個難得㗎，真係難得㗎。由20幾歲嘅僆仔到而家50幾歲嘅中佬，呢4位男生咧已經相識超過30年。我哋咧就揾翻當年佢哋20歲嘅片段，當時咧仍係 SEN 嘅前身獨立樂隊 SENLIF。我嘅阿兄啦，咁而家20歲，咁中學畢業咯，而家啱轉咗份新工，係喺日本公司度做 shipping club。點解肯剪頭髮啦你？阿媽話乜要乜咁樣咯，為阿媽剪頭髮嘅。同埋為咗揾工咯。即係而家我睇翻，我幾討厭嗰一刻嘅自己，因為幾串啦，好唔專心或者係專注去對待自己嘅工作。我叫阿森，今年就20歲，就讀緊書，喺美國，性格開朗活潑。我覺得20歲嘅我比較唔係好識做人嘅，其實好多時候都要人哋去容忍我、忍讓我啊。簡單講就比較自私嘅。我阿紅啦，啱啱21歲，讀到 Form 3，性格普通咯，冇乜特別咯，我覺得。有時都幾暴躁嘅。你好老實講，我唔係話好中意以前嘅自己嘅，因為係衰嘅，即係你真係人大咗啦，你經歷咗咁多嘢，高高低低咁，你都以前你話以為自己懶叻，你就唔去求人哋幫手啦，係咪？通理勁 band 全接觸音樂會91年我哋 Fanny 嗰個你俾 Revolution 啱啱就嚟34年，好驚呢個數字。1991年，和兄阿紅阿森咧就組成樂隊 SENLIF，而吉他手阿輝咧就喺1年之後加入 SEN， 之後 SEN 咧就受到黃柏高主力嘅華納唱片賞識，並簽下唱片嘅合約，主攻主流樂壇。呢隻係第一隻碟，EP 嚟嘅。嗰時我哋錄咗10隻歌嘅。監製咧就揀歌，揀咗9隻，咁淨爭1隻。跟住喂，仲有咩歌？跟住我先話喂，其實咧有一隻歌咧慢歌咧叫 I Remember You。I Remember You， 迷戀的心未減退，都幾好聽㗎。咁啊監製聽完之後，是但啦，塞埋落去啦，求其錄啦咁樣。真係咁樣嘅隻歌係，跟住就錄咗落去，就唔知點解同事就擺咗呢隻歌。大家喜愛咯，係啊。咁所以我哋都係寫一般自己身邊發生嘅事咯，係咯，內心嘢多。唔係話講啲 band 好多都係反映政治啊、反戰啊，我又未去到咁高端、咁高階，可能會有啲睇唔過眼嘅嘢，但係又未去到咁憤世嫉俗。邊隻係最中意嘅碟？應該係晴天嗰隻。因為咧，我哋嗰陣時其實我哋轉過一次唱片公司嘅，因為嗰陣時監製又係好嚴謹啦，咁跟住揀歌揀咗好耐，即係講衰啲啊，即係都幾影響一個歌手嘅生計係啦。咁所以呢隻歌係我哋喺頭先阿興話，我頭先話搭地鐵要計一計自己有冇錢翻去 band 房練歌啊，可能哇食飯食少啲，嗰排最瘦啊咪。賣到碟先再分錢。其實賣碟唔係好分到錢嘅啫。咁靠咩為生？表演咯，係表演咯，做 show 咯，表演做 show 咯。係有啲 royalty 分嘅，但係即係唔足以可以發大佬。SEN 出道即爆紅，但係2年之後經歷97金融風暴，經濟不景，好多搞演唱會嘅公司執笠。2005年 SEN 嘅成員決定放低樂隊嘅身份。始終我哋嗰陣時細個，唔知好多嘢都冇去好深入咁樣去諗，淨係
掛住喺 band 房度整歌。啱啱開頭嗰幾年咧係上得比較快嘅，但係亦都跌得快。咁跟住就自己行過之後嗰廿三四年啦，咁就一路都平平淡淡，叫做仲有得做，好辛苦咁樣叫做仲有得做。20歲嘅時候嘅自己就係掛住玩多過中意工作咯。趁你後生嘅時候，應該係要我要努力啲，再彈好啲我嘅吉他，或者我再去學其他嘢，學好啲編曲啦。但係因為我一路做緊娛樂圈嘅嘢啊嘛，咁見好多歌手啊，你喺度生活咗5年啫，但係扮咗10年、20年、30年嘅歌手，仍然喺度生存緊嘅喎，其實。咁所以我又覺得原來我自己都唔夠人哋勁嘅。如果你而家你問我係做咗咁多年叫做幕後嘅嚟講咧，我覺得我哋當時唔夠堅持。好多嘢我都覺得好遺憾。工作未係自己做到最好嘅一樣嘢，因為冇認真對待嗰件事。屋企親情亦都係好遺憾嘅，冇用好多時間去對待屋企人。我記得有件事，我覺得我都唔知係可悲定係可笑。我記得我表弟結婚，我好多年冇出現過喺我親戚嘅族群，我好耐冇出現過。跟住我表哥同我講：我介紹個人俾你識啊，我個女。我望住佢個女，哇，好大個咯，18歲啦佢。即係呢一刻，我會覺得咁我究竟我呢18年做緊乜嘢咧？點解會親情咁薄弱咧？咁我覺得而家呢一刻，我覺得我如果有機會係返香港嘅，我一定會 meet up 同你食飯飲茶。開頭應該係整啲交織怒火，我覺得好嗰啲咁嘅。劇透咗啲會唔會啊？唔驚啊！我哋係玩咗20首都 I Remember You 嘅，應該係一路多謝再嚟 I Remember Encore 都係。點解今次搞呢個演唱會？嗱，如果自私啲咁計啦，係我人生一個 wish list， 我係 must 係想做嘅。咁啱就 Will 揾我哋 Will 個 show 揾我哋去玩嗰個 Will 個頒獎禮，咁我哋玩兩隻歌啦。咁其實就跟住就黑着咗把火咁樣少少。咁但係依家大家可能真係咁耐冇夾，個知識豐富咗好多，好多嘢都想自己去關注，想去自己做好嗰件事。所以我哋我記得初頭嚟彈嘅時候咧，我支 bass 都唔響啦，冇電啊，因為其實嗰下咧，我都係輕度責怪自己嘅，即係以前輕度嘅你咁，你搞錯。以前呢個你嘅寶劍嚟噶嘛，係咪先？即係你好緊要嘅一樣物件啦，好慚愧。其實當時我都覺得，哇死，好難彈啊！邊個啲 bass 咁鬼難彈嘅咧？咁又真係講真係少年。琴晚我哋夾 band，我覺得自己嘅手已經可以試翻，我喐到啊，收翻啲手指。總之自己就可以好似去咗嗰個位彈嗰啲歌出嚟咁。我係好開心嘅，真係開心嘅。上次唱 Will 我係驚嘅，我係好冇信心嘅。係啦，阿森應該係最發覺到呢件事嘅，係因為我太耐冇試過喺個台度聽到自己把聲。我好驚，哇咁大聲，我好驚。我而家嘅狀態可以話係80%左右，我希望可以去到10%，係啦。但係都係信心問題，要練咯，要練咯，係啊，要練咯，要練，努力去練咯。大家用咗好多精神，譬如阿紅好忙，佢即係阿輝哥都要返工，大家係犧牲自己嘅瞓覺時間去玩場 show。原來我哋4兄弟係，到而家呢一刻真係好中意音樂啊，都幾黐線。我哋有一隻歌咧，就4個人合唱嘅，叫做我哋 send 啊嘛，就叫做 Reset 4。你我友情是一生永久，縱有困難。
其實30年前唱緊已經係好似講緊我哋今日嘅心態一樣，即係講緊我哋就算經歷咗咁多嘢，我哋大家嘅友情都唔會變啊！嗰啲嘢。不過我另外都會揀有我哋另外一首歌叫《遙遙長路》呢首歌咯。遙遙長路仍獨我在懷念，此刻心內問號未能停掉。因為呢首歌其實係好得意嘅，即係好似當時我哋出嗰個碟做嗰個歌嘅時候，都有少少迷茫嘅，即係未來究竟係點咧咁樣嘅。咁我但係而家聽翻咧，即係其實佢係一個 to be continue 嚟嘅咯，即係佢繼續走落去咯。終於可以走到而家啦，就發生呢件事啦。要多啲歌俾人認識，咁先叫成功。多10隻 I Remember You 咁嘅俾人認識嘅程度，咁就叫稍為成功啲。好啲。不過又咁講，即係唔成功，即係開心都好緊要嘅。我成日都講，我哋其實覺得係開心嘅，自己即係成唔成功係大家睇人哋睇嘅啫，但係我哋心裏邊夾 band 嘅時候係開心嘅。喺我人生裏邊都幾重要嘅一個 career 咯，好緊要，好大意義。我之前係讀會計嘅，其實做過會計，因為如果冇咗 Zen，我唔係經歷過夾呢隊 band 嘅話咧，我諗我後邊嗰啲路未必係好似我依家咁樣行。圓到即係個夢咯，咁但係我想再可以去大呢個場，再玩多幾次。好多身邊嘅朋友到我哋呢個年紀，其實即係好難話仲有隊 band 可以再去出到 show 好啦。咁有啲可能已經譬如Anno 大飛又走咗啊咁樣嗰啲，即係好多呢啲到呢個年紀會好多呢啲事發生啦。咁所以到呢個時候，我哋都仲出到，其實都感恩嘅啦，都算係。其實你中意音樂、中意夾 band 係唔需要做明星嘅。其實大家喺個 band 房度玩音樂，其實係好開心嘅事，係唔需要一定去發表俾人睇嘅。其實，但係如果你話冇咗聲嘅話，我諗一個好正常返工放工嘅一個香港人咯，係啊，或者係會繼續係諗好多方法去繼續去點樣去揾多啲錢，4條馬路全部都過50，都仲係做緊音樂嘅嘢，難得㗎。呢個係個精神。譬如某一啲嘅成員講緊pass away，咁個精神都係喺度嘅，呢個係不滅嘅精神。即係應承咗話要做嘅時候，盡量打電話叫啲 friend 嚟咯。喂，打幾多個啊？一陣間仲要打。OK，係 call call 啊。係啊，call call 有張紙咩？打500個啊？係啊。係咪陳生啊？我哋呢度係咧Zen 嘅演唱會啊。係啊。我記得嗰陣時，因為我哋通常都會去阿輝屋企樓下。咁我記得嗰次咧係做商台嘅活動嘅，記緊3集，跟住有條友咧一落到嚟一上車，我望住，輝哥你做咩啊？咩啊？太陽計劃。佢做一件太陽計劃，港台嘅太陽計劃。個保姆聲話：你做乜嘢啊？你上換衫啦！真係好好笑嘅呢一個係。多謝你睇米子啊！記得 comment、share 同埋 like 我哋嘅片，仲要撳埋個鐘仔添啊！